Hello，我係 Rika，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易搞到一頭煙嘅問題，就係漏水啦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樓上漏水、爆水管、颱風爆玻璃，咁究竟保險賠唔賠嘅呢？點樣報？點樣 claim？今日咧就帶大家拆解家居保，大家唔好再做苦主啦。第一個例子就係樓上漏水冇人理，樓上嘅單位漏水導致到你嘅天花板、牆身、家私全部濕晒。樓上嘅業主又拖拖拉拉，又話唔關佢事，又話保險唔包喎。你明明係受害者，但仲要自己硬食呢個維修費，仲要同管理處保險公司周旋，搞到成個人都癲咗啊！解決方案就係一，保留證據，通過影相、錄影記錄低漏水嘅位置、時間，同埋記錄低受影響嘅範圍。第二就係通知管理處，要求協助溝通，可以嘅話咧就聘請專家撰寫調查報告，釐清翻責任嘅來源。三，聯絡對方嘅保險公司，如果樓上有買家居保，尤其係第三者責任部分，可以直接向對方嘅保險公司 claim 翻。四就係法律支援，如果對方唔合作，就要請律師出信，甚至透過法庭去追討損失。再俾多個例子大家，就係颱風爆玻璃點算呢？10號風球吹爆咗玻璃窗，你以為買咗家居保就安枕無憂？點知保險公司話原裝嘅窗屬於結構部分，要睇翻火險 Master Policy。如果屋苑冇買，就要自己啃噶啦。聽到呢度，你係咪呆咗呢？原來自己買嘅家居保未必包㗎。解決方案就係一，分清結構同埋非結構。原裝窗、牆身都係屬於火險 Master Policy 嘅範圍，但係你自己換過嘅窗咧就屬於家居保範圍啦。二，檢查屋苑嘅保單，即刻咧向管理處查詢有冇購買火險，事先知道居住嘅風險。三，保留單據，如果你換個窗，一定要保留收據、相片，都要索償嘅時候就可以出示啦。四，提前購買補充保險，如果屋苑冇火險，就要考慮自購結構保險或者全包式嘅家居保。嗱，俾個案例大家，就係長沙灣住宅爆玻璃事件啦。上年咧7月颱風，長沙灣有住宅爆玻璃，業主以為家居保一定賠啦，結果咧發現屋苑咧冇買到 Master Policy， 最後要自己負責。呢個個案嘅教訓就係入伙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屋苑保險嘅受保範圍，必要嘅時候咧就要自己加保啦。而第二個案例咧就係2022年嘅天環漏水案，公眾地方嘅水錶房爆喉導致咗漏水，初時要業主賠㗎，咁後來咧發現咗原來係設計嘅問題，最終由承辦商負責。呢個個案嘅教訓就係漏水責任未必一定係業主，可能係設計或者施工問題，要專業嘅判斷，必要時咧記得揾律師介入。提提大家保險索償5部曲：一、30日內要申報，過咗期就冇㗎啦。2、保留證據，收據、相片、報告全部電子化咁樣存檔，確保冇估錯㗎。3、唔好自行咁樣處理損壞嘅物品，等到保險公司或者公證行咧檢查之後先再處理。4、就係貴重嘅物品咧事先要申報，例如珠寶、相機、名錶等等，記得事前咧要額外申報價值。5、樓齡超過咗35年或者村屋咧就要特別注意啦，可能買唔到保險㗎，又或者受保嘅範圍會有限。好啦，最後提醒大家，家居保唔係萬能嘅，但係冇佢就萬萬不能啦。買保險之前一定要清楚啲條款，知道自己保啲乜唔保啲乜。有問題唔好拖啦，即刻要揾專業人士幫手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關於漏水、保險索償、業主法律、責任等等嘅內容咧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想聽啲咩題目啦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